上买药，不许随事。是。的血本，多教子孝无问爹，大哥，你们死的冤枉啊！三公子，不要哭了。看来他们是不违反规律，快到贼吧！到贼！对。三公子，你快远罪高飞，越远越好。我为唐英去报信啊！大爸，你快走，你快走吧！要有你给明我心去逃生。快走吧！啊，快走！嘘，哎，来，哎呀，老哥啊，老哥，这是岳元山临终留下的血本啊！血本，哎，岳元山，老哥，快回老家去，把血本交给岳夫人啊！哦，多谢你了，我这就回去向岳夫人报丧。有人来砸了，快走，朝那边走啊，那边喂，人家三公子是在这眼光吗？我怎么知道啊？老家伙，见我死！孙家，快挖！知道了。王大人，丞相正等着你为娃呢。是。参见相爷。起来吧。谢相爷。好。事情办得怎么样啦？禀相爷，岳飞、岳云罗、张先都在风波岭上结果了。一共是3个。对，3个。不对，应该是4个。4个。岳飞娃一个儿子岳林是跟到临安来的，你因我把他放了。下官先前实在不知，后来派人去拿，岳林已经逃跑了。王伟，你带领部下护送官到唐营院，将岳飞监家老少
统统押到临安，听你发落。是。你是导员呐！有冤噻！这是岳元山临终留下的血本。专攻金的胆，哪知道工人转眼变财神，你倒是一片忠心在，留下血本江山。牵过几远，谁知有云啊，往前路上路关闭。少夫人，少夫人，你不能这样啊！好媳妇，婆婆知道你的痛苦，可是那金贵奸人想斩草除根，我们都死了，岂不是中了他的奸计吗？是啊，夫人，这家中不可久虑，你们还是赶快到走吧。到哪里去呀？对呀，到哪里去呀？你等听了，奉金丞相谕旨，岳飞驾校，不封牢狱，今日一家临安，听而处置。什么？走，带走！你走，快走！走！走！我们走！走，带走！快走！快走！快走！孩子不怕。老东西，按路开车。都要来啦！是，岳飞全家老小都已押到监堂。
请相爷发落。不用我来动手。你将他发配云南，路过广西南宁，交给蔡夫人发落便是。为何交给蔡夫人发落？陈才，是当年岳飞强挑小梁王，你不知道？听说过啊。小梁王夫人谁也盼望着报仇雪恨，已经等了18年了。你把岳飞驾校送与他去辞职，岂不正好送个神机？丞相神机妙算，来个借刀杀！不必回避，正是借刀杀人。是，你要加减去。将此信面交梁王府蔡夫人，把事情办好了，再回来见我。是。请丞相有令，岳飞驾校不必进京，要送云南边关。要去云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去问金丞相去。上路！上路！你是比元王还顺利呀！乡亲们，你们看，警署里关的就是岳夫人啊！大家快去看吧！好，快去！来救他们！大家们去！要带他们去！岳夫人，岳夫人，岳夫人！啊！岳夫人，乡亲们，少费，少费了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少夫人，你们要做人啊！岳夫人，你是冤枉啊！这冤才是大众了，都是乡亲们，谢谢你们。岳夫人，一路上要保重老人家，你自己也要保重。岳生是大众了，谢谢，都谢你们了。丁大人，前面百姓当道，驱散百姓，快速让路。是。大哥，乡亲们，谢谢你们了，谢谢乡亲们了，乡亲们，谢谢你们。让开！岳夫人，岳夫人。
一路上多艰险，就是一生。横官复贼不话应对，蛮皇帝今有人，招兵抗金。三宝，来，有胆量的上来比一比啊！这下没有什么。等一等啊，好，哟，请，好，将军请起。沈将军，你看这对军少年，无你伺候啊！不顾命长。我看他无你高强，出来把菜。郡主，你太夸奖他了。沈将军，你告他比武吗？只要郡主有令，申报谁到进来，只怕伤了他一条小命。比武场上难免遇伤，怕什么？快去！遵命。当心你的小命！好。好，呀！到两王面前禀礼去。请两王发落。申报，你4次出错，我还不退下。嘿，哥哥，叫他过来吧。好，壮子，请等一等。请过来。参见两王，参见郡主。免礼，免礼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壮士，你扶你曹军领神经，叹不知家居何方兴何命？看因好事他乡客，为何导致来投军？殿下，只有媳妇在堂营，对了凌乱叫张
下有一句，违抗金兵来投军。赵长林，我看你举止是呀好斯文，想必是受到兵士外经人，但不知两军带仗争取胜，面对强敌真用兵。君子初到兵书出城门，兵贵神所及惊人，两军对阵勇在身，面对强敌策骑兵。妹妹，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啊！啊，姑姑，姑姑，把他捋下来。好啊，好，好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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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妈妈，我都不哭，乖，孩子，再忍耐一下啊！哎，不哭了，孩子，不哭。母亲，母亲啊，拜见母亲。罢了。你二人为何这般高兴啊？哦，母亲，今日招兵，招的一条好汉呢。哦，一位英雄。此人武艺高强，文武双全，我精通兵法，一表人才。这好汉在哪里？英雄在哪里呀？哦，张林，快过来接过夫人。是。末将张令传见夫人。免礼。
一表人才。福儿，在。你招兵得人，可喜可贺，在军营中好好安置。是，爱儿已命他为军中副将。好，母亲，母亲，千军已得，一将难求，军上长令自在府中。啊！哎呦，母亲，孩儿可以随时请教他吗？母亲，母亲，好吧，就让张将军自在府中。我去为他安置。张将军，随我来。这，哎呀，快走呀！快走！莫非你妹妹看上了他？好像是啊。停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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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管路了，今天就住在这里。是，不管路了，不管路了啊，不管了。请。娘，这厢三姑。夫人，不要难过，三公子已经远追高飞了，定会平安无事的。快进去歇歇吧。啊，进去，快进去。将军就在这里安息，你看可好啊？好一个金子所在！这是当年我父亲的动手房。临阵的书房，临阵大人是家父便是当年的小梁王才归呀。啊，小梁王才归？怎么？你听说过？听说过。听说过。张将军来，好，到这里来看看。张将军，你看，张将军，这些兵书都是家父读过的，兵书你随便看看吧。好，好。将军去安息，明日再来请教。宋郡主。我走啦。来，快一点，快！
王大人之命，今晚你们只在这里。啊！你们叫岳夫人住着在旁，真是岂有此理！王大人吩咐，我身不由己啊！你哦，夫人，王大人不怀好意，讲也没有用。娘，我肚子饿，我要吃饭。好，我去买啊！哎，好，大人，来，去，好，一家，来，殿下，来，哎，过来，殿下，岳夫人，好，你稍等，啊！两王在归，为避我千里奔波到暖宁，甘心长命来投军。我知道救得报国长生子，不了进了周家门。想当年京城的回大比武，我的武强挑两王要为民，自古今前18载，黎明苍天作弄人，冤家对头真相处，吉凶后方难了定。好，最好，殿下，最好啊！好，来啊！殿下，这就是岳夫人哦，夫人。不知岳夫人到此，这点酒菜就留表我对岳元帅的一片敬仰之心吧。殿下，不要这样，夫人，快用碗吧。多谢殿下告你。请问殿下，这里是什么地方啊？这里是临滦地界，再过100里便到南宁州了。南宁州啊，夫人，你快用碗吧。殿下，你快去吧啊！哎，你快去吧啊！殿下，哎，来了。南宁州，伯伯，你妈，吃饭吧。你们先吃吧。南宁州，难听得来到南宁州，一片泥云起心头。
扬州，鸟到黄溪少年游，两王征收难人的与我越家有丝绸，奸党奸计实难料，莫非要劫道杀身用到门？伯伯，当年公公强挑夏梁王，不是列下生死文书，死伤不忍吗？唉，身被他们砸了，家也被他们抄了，到哪里去找生死文书啊？生死文书，夫人，老奴带在身边。啊？怎么？你带来了？哟，真是多亏你了。是啊。文书虽在，只怕那三夫人不肯认账啊。是啊，听天由命吧。娘，明天要碰到罪人吗？是的。前程便是难人走，难免冤家女对头，人生一道短对路。怀抱儿女来上路，孩子啊，我家后代不怕死，到明日举国铮铮不低头。
千里迢迢十户口，南水青山也带翠，也带翠。母亲，最好。夫人，请。丞相在。你小姐这么晚不来吃饭啊？这哦，母亲，你看，那。哦。张将军，我要送你一样东西。哦。你等着。母亲，妹妹呀，整天陪着张玲，连饭也不要吃了。自从张玲来投军，你妹妹变了一个人。是啊。非亲往日实体痛，隐隐玻璃不问情。幸亏张玲慎重后，当不是陪妹妹太死心，倒不是当开天窗失良望，借他们两人的婚姻。还要问清底细才好呢。夫人，殿下，京城有王大人求见。打开左门，侧进。侧进。是。侧进。王大人，请。我知王大人光临元宁，又是元宁，还往死谁？奇怪，奇怪啊！王大人不远千里而来，不知有何见教？夫人啊，下官们京城乡之民，一来向蔡夫人请安，二来嘛向两王殿下报喜呀。哦，这喜从何来呀？殿下，当前万岁于京城乡，以为你家报了不共戴天之罪，岂非大喜呀？此话怎讲？你家的仇人岳飞已被处死了。啊！好啊！多谢万岁隆恩，多谢请丞相。听说岳飞率领大军正在抗击金兵，是何就处死了你？这个夫人有所不知，那岳飞抗金世家，叛国是真，用兵之中违反朝廷，大奸之中恶贯满盈，故而将他处死了。此话当真？
千真万确。好啊，岳飞原来是个奸臣。小白不君谢天恩，18年元才大生，吩咐生意难回抗，多谢你千里迢迢到家去，望大人请君子，告诉你一件喜事。什么喜事？夫人我殿下等过了清明节，要请君子与张将军提亲啦！去，否则老夫人去吧。寸步不离，我难他生，推也推不开，拾也拾不清。他那里一片真情也似乎，甚至我心头发冲，难治病。他又来了。张将军，守在这里干什么？走，那边去看看。走呀！快走！我来过一次生，听说赵廷里来人了。赵廷来人了？张将军，怎么一提起赵廷你就不高兴了？没，我很高兴啊！高兴就好。那请将军收下。这是为何？我见你身上没有宝剑，特送你一把白带呀。好剑，好，多谢君主赠赐宝剑。哼，你看什东西，拿什么来寻我啊？莫非是一句空话？张陵累了他乡，实在无我相信。我知你武艺高强，正想请教一下。君主，请教不管。请教不管。我与你比过高低。弃官。换剑。
君助你高将，张令官拜下风。许的骗人困奸。王大人，请再饮一杯。下官无功不受喽，再饮一杯嘛，应当再报一喜呀。哦，还有什么喜？夫人，请看景丞相的书信。喏。大宋丞相进贵，只是梁王府在夫人长此，要问梁王几人讲解，不缺极品，他将岳飞家人老小也接进来，听并在夫人与梁王殿下处置，以为王礼。好，岳飞家小燕在哪里？已经要到福建听命啊！好啊，报仇雪恨，痛快，大快人心，赶呀！多谢苍天报应，明日便是清明，将岳家老小血气父王，告为王礼。君子怎么样了？君子，张将军好剑法啊！君子过奖了。君子，你与喜事啦？就是你喜事多。朝廷里来的人说，岳飞背叛朝廷，已经出事。景丞相命人一见岳家老小到来，让梁王报仇雪恨。啊！哼，好啊！万岁岳飞是抗金名将，原来是叛国之臣。也配无言啊！你是什么？岳家军精忠报国，谁人不知，哪个不晓？只因奸臣里通外国，诬言岳飞，杀害忠良。岳飞我家有杀父之人，不共戴天，你竟敢为他说话？我是听他人说言。也罢，一月说话要当心。是。走，下车，来，这个，医院，上去，兄弟，你们快点，要下了解，去，去，停啊！走，进去，停啊！走。陛下，岳家人全部带到。走，你是何人？岳飞之妻李氏啊！押进土牢。走！你们不要这样！不得无礼！张令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张令。张令经过阻挡，捆刀！哎呀，你们乱糟糟做什么？让我来问个明白。张令，跟我走。走。娘，躺下杀。走。你是何人？月圆之妻龚定金。押进去。是。走。那你呢？岳飞之女。带走。不，我要和弟弟在一起。好啊，看样子你是岳飞的小儿子喽。不错，我是岳飞之子岳定。你是哪个奸臣？混账！把这小畜生押进牢去！正义，你们不要这样！哎呦，小公子，东西，
你是什么人？我是岳飞家政岳安，岳飞一门忠烈，你们不可如此啊！走开！你不过是个家奴，放你一条生路，滚吧！不，我誓言不离开岳家主人，你们不可再忠良啊！无事，来人，将他偷去充当儿子。是，走。你们放在给我打！给我打！走！走！进去！走！快！进去！两王有令，小心看水，不许他们吃饭，不许他们喝水。明日清明午时3刻，开刀血祭先王，听清楚了吗？听清楚了。媳妇，方才我看到三儿月灵来，我也看见三弟了，不知何故改名张丽。我也看见。嘘，轻声，此事不可声张哦。娘，我看我要喝水。弟儿，忍耐一些。不，我要喝水。是的，身在屋檐下，怎能不低头啊？我就不低头。我要喝水，我要喝水，我要喝水。站住！你想干什么？我是叫花的。哼哼，你要小心了，叫花。见亲人落户口，今日苦闷。急匆匆来远把徒劳找寻，顾不得两王夫今为生也闯高山，苦苦陪绝不少听。我是叫花的。哦，张小将军，岳家人犯关在哪里？那边。快把牢门打开。两王有令啊！是两王命我前来，快打开牢门。是。快！是。好。小将军，你去吧，没你的事。是。母亲，三弟，嫂嫂，妹妹，哥哥，弟弟，哥哥。三儿，你怎么也到这里来了？你疯了吗？快离开这里！快离开这里呀！娘，犯不了全家是虎口，明日大难将临头。孩儿平时来相聚，此地片刻不能留。娘，快整我杀出去！不能啊！这王府里外三人牵绳手，
生寡不敌众望独门，独老无一度送死，我越家一马也难履，动了眼睛与何必？此事有待比去关注。三弟，你真糊涂！岳家之身只剩下你一人能有活路，你快走吧！三姑，你快走吧，走呀！弟弟，三姑，走吧！哎，妈，灵儿，今日分手是永定，须留来远走高飞去边走，莫忘尽忠报国志，莫忘为父许愿走。你父亲临终的血本交给你，到来日深愿靠你去插队。血本，爹，娘，今夜三更，我一定杀法来救你们。不，哎呀，不好，医生！哦。你想干什么？你给我滚！你竟要害我一家性命！我和你拼了！不许闹！啊！你们这些巨顽，私道领头，万国英雄！哦，郡主，郡主，你私自前来做什么？随便看看，何必大惊小怪呢？哈哈哈哈！好啊，你们到此做什么？放肆！我到此地要你滚吗？不滚，不滚！哼！嘿！出来！只是刚才郡主与张令到此做什么？我什么也没有看见。你是不是不想我了？讲，为什么挡开了门？他说是梁王有令啊。张令做梁王之令，其中有诈。沈将军，沈将军，这老东西当了他儿子大办，放他一条生路，他还是不肯走啊！将军，我不求别的，只求有家主人死在一起，你把我关进牢里去吧。好吧，陈全你走，谢谢。走，走啊！走，走，把门锁上。是。世上也有自己找死的人。有啊！哎呀，挡得真狠啊！有啊！夫人啊，有水吗？我想喝点水。母亲啊，母亲，
张将军就住在这蜀王内省。好，好，福儿，在金丞相的书信放在书房托为保管，这是朝廷对我们的恩典呐。儿知道。殿下，殿下，什么事？殿下，张令，好，基于这等事，快去把张令拿来见我。张令已被郡主带走了，快去拿来！出了什么事？哎呀，母亲，那张令假传我令，进去屠了太王岳飞家小。啊，这其中定有缘故。是他一人前去的吗？是同郡主一同去的。哦，与郡主一同去的，何必大惊小怪？去吧。是。嗨，18年了，今天我倒要看看这仇家的狼狈相。儿子，那这家是不是奸党？我们并不知道啊。
妃之妻吗？是的，你是谁？我就是等了18年，要为丈夫报仇的梁王在贵之妻。你听说过吗？哦，听说过。请问在夫人到此与我见教吗？你死到临头，完整正的日期，你知谁吗？我的无罪之余，不过在夫人要报死罪吗？只看一类绿人家，苍天与也尽报应，你的父谁知才遭到死于鱼骨难见，要你等临血虚迹来报想当年，比武的贵在家上，一个个小心暖儿比刚强，我的父并非有意下多岁，不知为两户相争，必有伤。当年教长李文思，生死不能比刀枪，是今是句伤财水平什么18年要报丧。哪来什么文书史据？三夫人，三夫人，夫人，这生死文书18年来，老奴一直藏在身边。夫人，请看。历史人梁王在贵啊！梁王在贵举止岳飞，为教长得亏，刀枪相见，国人无疑，世上不能绝无冤恩，恐受无凭，历史为证啊！在夫人，事迹无等，虽非犯法，家臣皆下自居，听凭夫人发落吧。这本是18年，夫人来提起。
林森女，这杀父之仇定要报，要叫他死而复原把头的。我父亲当年进京为报国，不料想礼上杀上名归西，彭岳飞家康金兵拉他骑，杜妹陪你长沙去，盈亏朝廷是他今日中间明是非，奸臣贼子不好报，明日里须记父王，是真气在夫人。有元帅京中难敌会，抗金举国功德为。大江南北千百载，朱先生大计一担锤。都只为朝中奸臣要卖国，世道金牌遭他为。莫须有三世天师才，千古奇冤反明白。戚夫人莫爱忠良明他意，切不空为父作唱，落尽夏日陈才亏。他对，老奴颠倒黑白实是枉，还骂我为父之唱来忠良，父出老门重重当。不能这样啊！不能这样啊！今朝一定会与平阳。啊，小公子，定儿死定了！我拿着岳飞与你断肠光，将这小畜生往死里打！小公子，小公子，小公子。
悲伤的事哪里来的？是我吃的，是他责任。此乃太夫人所传家训，岳家暖儿人人都只有死事，生死不忘，尽忠报国啊！这家训引来热血涌胸膛，三夫人要想报仇。我母亲因我生气了，你死呀！殿下，那岳家事就很蛮无理，夫人因此生气了。好啊，该死的酒碗！哼，你们等着！哎，方才你说张令家传我令，打开牢门是真的吗？一点不假。他因我家传我令，末将不知。你为什么不报问清楚呢？殿下，君主从中阻拦，不许我报问啊！哦，哎，你暗中去当头明白。是。哎，你们出去。是。你为什么要去看岳家万人？你说呀？你不许再问，我什么也不说了。好，请坐啊。哼，何必客气。请用茶。不用。天热了，我为你打伞。不用。好，我不打伞，你讲。哎呀，你倒是说话呀！一言不发是有道理。我，哎，也罢，你不说话，继续想出指望门，我不奉陪。你闷得慌，可以看看书。自己自动忽然美，便与君子有情。何以纠缠笼中鸟，转此云天的高飞。金龟，大宋丞相金龟自述两王负债夫人状词，大将岳家老小一件件来啊！听命夫人与两王殿下处置，以为亡灵啊！金龟，你这奸人，马身金龟老奸臣，站在中庙四头鸡，他日得罪凌云子，必将你千刀万剐都成理。你是此生最大恩。再拜佛，
你这伪君子！你假作抗金举逆境，我命转对到此地，受了你今日奸党勾结起，为父作场长设计。郡主，郡主啊！可能要等我了。君子虽是天仙，真知人间是与非，枉作多情有何用？恩仇相报无踪迹，今生为你真情义，有待来生报答你。倘让你助纣为年为大计，休怪我见风之下不情义。好狠的心呐！啊！你方才骂得好啊！你是什么呀？自己骂的，反来问我。我什么也没讲呀。哦，君主请坐。何必客气？君主请用茶。不用。天热了，我为你打算。不用，气死我了！君主何必生气呢？你君丞相有深仇大恨，要将他千刀万剐。这我哥哥知道罪了你骂他为虎作伥。这都罢了，又骂到我的头上来了。不准骂过君主啊！哼，君子啊，君子啊！君子三是天仙女，长子成奸是与非，枉作多情有何用？恩仇相报负重疾，今生陪你真情义，欲待来生报答你。倘若你助纣为你为大计，休怪我见风之下无情义。是不是啊？起来，你究竟是什么人？讲。我是长吏。外问什么？你越家有亲无亲，有姑无姑，骗人！弃官！哼，杀要神不知，除非计莫为。自从来了岳家人，你为我手放一乱百年，你为我屁股要肥多重年，你为我失去老王官财神，你为我长须断台安来来，你为我见我也要第三分。倘若待我把真情讲，尚可为你拿一分；倘若不讲真情啊，莫怪我三叉清风多少生。他哪里来到数金银官文？我暂且旁敲侧击观他
的心。君子啊，我难当头上我风，秋船中原恨谁人？两王招兵我投进，以我应是一条心。君子啊，若非京中早缺失，你不该不分两于恨忠臣。子开，你口口声声说要非是忠良，与虎为兵，与虎为争。这边怎么？君子，请快！这是什么？这是岳飞临终的血本。望见此物名上经，观天同地，血血去举国同岁当抗金，两望他怎能以色家人，我愿意分身谁关报答恩啊！
岳飞之子名岳林。镜子，叫我怎么办？叫我怎么办？镜子，镜子，你叫我怎么办？你不要哭呀，我来吃。天下庸才大略，国家栋梁，下官为敬，禀明丞相上奏朝廷，保举殿下为大元帅呀！奇官，不知王大人何日为京啊？殿下要将岳家老小血祭先王，下官自当管理呀。后日便可启程为京啦。哦，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，什么事？殿下，出了何事啊？那我了得！那岳飞之子岳林加称长林，文经五府啊！嘿，我妹妹她好无毒啊！沈将军在，都派家将谁为徒劳？是。等等，把岳林抓来见我。是。且慢，需要当朝进奏，不是我们夫人，少夫人，你们听。口水到哪里去了？娘，我来追你们了。三儿，你快站开！抓我的！拿下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妹妹，你到这里来做什么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哼！你犯了伯尼大人，岂可放你！放开我！放开！哼！跑不了。殿下，殿下，有令拿到。
蒋有林加上2铐，当着徒劳。是。进去。三公，三儿，三公子，三弟，你，母亲，孩儿不孝，公办罪人啊！三儿，过来，我们全家要死在一起了，母亲呀！女儿因我到此，母亲，哥哥要害我性命，母亲救我！不是，你哥哥怎会害你？母亲，母亲！哎呀，这是说什么？出了什么事？母亲，孩儿愿为难之事禀报。快起来，起来讲与娘听。娘叫儿心中尽下不可忘，孩儿我事到临头心迷茫，分不清故仇家恨谁为重，便不明见你用为可应当。小刀一下，娘啊娘，如今夏日该不该
哪有这样的事情啊？母亲一看便知中间缺责。啊，岳飞临终血本，这是哪里来的？是张灵给我的。他这一次吧，他便是岳飞之子岳林。什么？岳林已被哥哥关进土牢，明天便要血祭。母亲，你快救救他们吧！走开！大圣先生不知情，今为岳家将我救，我18年苦守将你养，不料你脸上岳林防无罪，你让财家出尽丑，难怪你兄长不许，岳飞的血本我不宽，不要你防无灵界快低头。父王，女儿不孝，再该反思，做一点忠义之心，死而不得而已。母亲，母亲，你就看上一看吧，母亲，母亲，母亲，你就看上一看吧。天哪！天哪！母亲，你就看上一看吧。走，快走，走，孩子不怕走。走。装成内用的都准备好了吗？时辰外围到了。哎，梁王殿下与王大人传下令来，要提前血祭。提前血祭。武王，随捧雪宝登王陵，上西下为兵符情，18年远走金蛇堡，一血万血尽灵。梁王殿下，即是准备完毕。好。
老夫人来了没？没。殿下，郡主不知去向，夫人迟迟不来，只怕有变，不可耽误。两王做主，速速开机吧。好，开机，开机哟！望天而土，听我宣告：当年王武顺此雪豹，杀进崔家，天理昭昭，终将听令。主上，啊！你来这人，母亲未到，你怎可胡乱行事？我是梁王，与我做主。上与母亲，与母亲做主。这，好啊！你这无耻贱人，万不退下，快走！夫人驾到！快动手吧！殿下，快动手吧！王大人，这里没有你的事，你可退下。殿下堂堂两王，切不可听夫人之言啊！子开，我家之事何用你来操心？我退下。殿下，母亲，孩儿啊，今日之事都怪为娘不明，被奸党所用，几乎铸成大错。啊！母亲你，将士们有。若非精忠报国，功盖天下，确是惊人。我等不可加害忠良之后，快叫岳夫人、岳公子他们都放了。是。慢着！岳飞难我崔家，听我将令，开刀血祭。放了。开刀！放了！父王啊！亏得流血高昂。将领，三关抗令皆斩首，刀斧随刀，殿下，众将领
殿下！好，你们这是做什么？请殿下开杀！好啊，反了，都反了！一大片跪地抗命令人惊。儿啊！并非众人观抗命，独自为今日此举生平静，再加世代英雄怀，代代相传中一名，莫为死在离上年，忠良不杀忠良人，莫为死在迷上也忠良不杀忠良人。你这有必是重量，与何为凭？若非众人普天之下神所共知，这与你我仇迷心窍，所以不知啊！你来看，这是什么？若非临终血本，朕若非今日赴死，切血再奏明君，非生于河北，长于唐营，于是公文协务，少遭报国投军，同进抗之北路，爱河山之首领，非这事为是，莫此事为训。尽忠报国，一片丹心，列八方豪杰，须杀戮用兵，万我河山居死不争。据今年上发明，很少将作转复不胜，正欲出大王龙，再造乾坤，或者12道敬拜，草木为敬。何其千相金贵，神之作福，朝廷蒙必具有缺席相亲，也有非为叛逆，扶贫扶正，亦莫须于善事定下在民，传居民是真事，相信难相信。若非今日死人，但据生之梦醒，俱何必自败亡？抗进贼的复兴，这就大军不拔，若非死也关系。母亲，我无毒被奸人所用，我错了，母亲。站住！
到哪里去？杀了他！你这贱人我马，把他压下去！滚！哥哥，妹妹，岳夫人，岳夫人，岳夫人，贼夫人，殿下，郡主，岳公子。也想着为你报仇啊！岳家老小满门忠义，犯造奸谋，为妻不能杀害他们。梁王，你在帖子里能原谅我吗？我父岳飞已被奸臣杀害，今天我带着他的子女们向你赔礼来了。岳夫人，岳夫人，不要这样。再夫人，你一步有